水家的日本话是不是开路？啊，转来开路，听起来是不是要讲一讲？哦，我也唔是你的想，我是要甲你讲，以后我倒来种植，我拢会先寄一只水鸡倒来互你。等寄6只了，我就会倒来甲你。上来了！我机密上来了！先把我挖落去，大家也不会搞因出来。你要我的。그 사람 때문이죠. 난 기다릴 거였어.